继续来看台东的乌来石刻恢复销去中国，即马国内外继续拢在起，不过因为去年风台乌来石刻拢总去拍落来，产量是上无减4成，虽然价销悬，不过农民是共款看有食无。呀，台东县政府为着要拍开乌来石刻的外销市场，即马嘛有去销去新加坡，通路超市拢总是卖着。 台东乌来石刻19正式伫新加坡的个人超市上市，互当地消费者甲产官学界正注意。2年前，乌来石刻互中国已有通海理由禁销，不过台东县政府家己定比国家标准较悬的清洁流程甲检验，带农民甲这个数据去东南亚国家展售。即届到新加坡开拓另外一个直销超市市场，甲其他的国家水果相比拼，台东的农民有信心会当互新加坡人真介意，变做市场的外销管道。不要只仅限于 对岸，那我们现在还可以更多新南向啊，比如说这次来到新加坡，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品质绝对都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好。不仅是透过新加坡这个市场来到新加坡，更可以透过新加坡到达到马来西亚、文莱或者其他的市场。 新加坡一粒半公斤 A 级的乌来石刻会当卖甲台票200外，19北龙的乌来石刻拍卖价 A 级个1公斤嘛，发价117。外销内销介绍拢看好。按过台东地区农会表示，这期乌来石刻大部分农民因为去年风台延地性灾害影响，可能是刚刚看到这个行情，不过赚袂到。但是内销外销的供给量 是同时不足的一个状况，整体的产量我们现在跟去年比较起来，预估会少了4成以上了。台东地区农会统计，去年12月往来石刻农会收购量仅450外吨，比往年较少。其实农民的实质获利无偌济，农会是希望中央政府嘛爱放令风台延地性灾害对部分农民救助的认定，安尼才会当平衡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